他怎么写的呢？他说：星焰无尘，月色如雨啊，酒真时，这我要倒酒了，虚满时分要倒满啊，福名福利，休去劳神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所有的名，我们所有的利，你要去费功夫，要什么，到最后都是一场空啊。所以这个整个意思就是说，无尘空三。如果是我们的人生没有上帝，如果我们没有用上帝的方法，我们没有接受上帝的方法，我们都是一场空。今天我们见面啊，过50年，也许我们这里的人剩不了一个，我们是没有希望。只有相信神是有前途、有希望。我这个写的意思是这样，这有点长哦，不过我不拉第3秒，所以大家放心，这个拉完就完。哎，我有一个，我稍微看一下啊。这个是我2年来第2次让人家听，就是正式让人家听啊。应该是在台湾没有人听，没有人听过。在里面之前，大概有20个人听过啊，这个有跟一般的舞请看一下啊。好，这是丝弦的声音啊，但是丝弦很容易断，所以我这里有改进。以前我们小时候跟我爸爸拉琴的时候，很早就有人发明用那个钓鱼线，这是钓鱼线。对，钓鱼线它有丝弦的声音，但是它没有那个钢琴，我们流行的钢琴那种刺耳的声音啊。但是呢，它不太容易断，不然你断了怎么钓到鱼？好，那现在我给大家一个游戏啊，我是拉慢板，对不对？拉慢板，这个曲子的意思是无尘空三。啊，我希望你们能够祷告，就是说你也不一定要看我，没什么好看，我已经看到我。看一下可以啊，我建议你们祷告上帝，因为上帝是真实的，跟一般人讲说信上帝是做好事不一样，也跟一般人讲说，心则诚，这个信上帝是一种精神安慰啊，所以我们人生就比较有精神安慰，不是信上帝是因为上帝是真的，上帝是真实的，是真的在那里的，我们是可以跟他讲话的啊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跟我唱，然后我拉中间比较快。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，看到我在拉什么？我是讲一种气，在圣经里面，气是代表圣灵，圣灵可以感动我们认识上帝。我们祷告上帝，只要我们愿意啊。圣经说，空门的给你开门，意思就是说你愿意敲门，神就会进到你心里面啊。所以你们愿意的话，